唔中意 3D 立體地墊嘅朋友，我推介俾大家 ZEP 蜂巢式雙層地膠。ZEP 地墊採用雙層設計，完全防污防水，非常適合商用車、住喺村屋或者經常出入多沙石地方嘅朋友，真係容易打理到你唔信啦！沙石跌落地墊時候會藏喺夾層中間，唔會碌嚟碌去，亦唔會俾客人踩到。地墊圍邊亦有特別膠邊設計，將垃圾重重圍困，乾淨之餘又美觀。清潔嘅時候打開夾層，直接倒落垃圾桶就搞掂。如果車廂有小朋友食嘢，唔小心倒瀉咗喺地墊，亦唔使擔心。地墊完全防水，只要取出嘅地墊直接用水槍清洗咁就得㗎啦。嚟到 ProMat， 你可以揾到唔同款式嘅地墊同埋各類汽車美容服務，係你出車必到嘅第一站。